神，跟住到呢一個鞍山嘅新球員叫咩冧？哇！一個好靚嘅傳波，哇！開場又係開場幾分鐘就入咗球啊！呢一場又係鞍山嘅神射手中上。由自攻主防即刻嚟一球 one two， 好靚嘅組織，哎呀，好可惜，希望聽唔到。一個好靚嘅斬，哇，接到，哇，威馬射，哎呀，哇，屌！晒人喺右邊，吉晒，好望一望啲隊友，唔知斬咗俾邊個啦。哇，自攻傳中。OK， 再傳翻俾右，哇，跑晒咗一條，好靚嘅傳中，好危險，哇 ！crap down！ 哇！呢一球嘅攻勢啊，由中間帶到去右邊，又再一連串嘅進攻嘅節奏啊，簡直太都要多得頭先喺個攻勢。咁見到Eason想扭一扭過，可惜扭唔過。哇！依家仲扭緊。但唔緊要，我哋球王愛馬又上場啦！哇！愛馬格林咩事啊？格林咩事？哦 shit 噃！哇！愛馬雨傘殺神！哇！歡迎我哋嘅球王，鞍山球王，愛馬，太瘋狂嘅呢一球，讓老兄主啊！讓老兄主，老兄還在主啊！愛馬太強啦！鞍山啊！但係差少少，又無啦啦自攻攞翻波。係啦，到呢個11號，哎呀，交得溫柔咗少少，所以而家都好緊湊喎。一少少醒翻起添。哇！又嚟球王又再主，哇 shit bro，let's go！ 哎呀，差少少啊！哇！哎呀，呢球傳咗俾對面隻腳度啊，反彈翻嚟彈波咁。哇！扭爆咗，再傳擺正，哎呀，埋門一腳啊！呢球鞍山係會點樣處理啊？哇！交俾愛馬擺正食，哎呀，差少少啊！我一腳減。好啦，阿金一個斬，哇！哎呀，差少少啊呢一球。我頭先球王望咗一眼我呢邊，小妹個身幫我咁叫，可唔可以叫球幫我傳落嚟？馬小姐，哇！進機會，哇！哎呀，不愧係鞍山嘅神射手啊！呢啲機會一定會把握到啊！即係其實雖然佢啲球係差啲，但係佢嗰種射門嘅敏鋭啊，最尾嗰種嘅把握度咧，真係不得了，真係有翻啲水準嘅。鞍山個個都頂晒足，我都冇估到呢球咁樣就入咗，即係都好明顯嘅自攻主防都已經呈一個疲倦嘅狀態。冇鐘就會傳到呢球嘅，所以嗰下冇準備好嘅，純粹係跑準備攞波。如果唔係，真係呢一球分分鐘就攞到。哇！球王又嚟，球王梅開二度，格林咩事？會嘛？我就寫你先啦。太強啦！究竟可唔可以再入波球？
個帽子戲法咧，都即係現實就係咁好殘酷，即係我覺得都應該冇乜機會可以再獲勝嘅呢度，所以就有個 corner 啦，始終要重一層大運線，哎呀，但係好可惜，係咁講 handball，但係咧球證冇吹雞，就算有吹，依家有個12碼放大少少啦，杯姐，係啊，認真啲啊，未完啦，其實仲可以追多兩碼。